急急如律令，萬事俱備，夠姜嚟玩！歡迎嚟到三國私生風，我係肥豪。今次真係再玩就中風啊！不過係瘋癲嘅瘋啊！超無厘頭僵屍三國放置手遊《三國私生風》搞怪來襲，唔同以往傳統嘅三國遊戲入面單調4班嘅角色形象，呂布、關羽、趙雲等幾百位三國名將將會喺《三國私生風》以全新嘅僵屍形象重生，搞怪嘅外形依然保留住強大嘅實力。等你化身成為道士嚟喚醒佢哋，組建最強嘅僵屍小隊。另外，遊戲主打輕鬆放置、快速升級，就算離咗線都可以自動闖關，坐向超高收益。依家預約就送你3000年抽卡港澳台限定時裝紅衣小女孩。參加抽獎仲有機會獲得最新嘅 iPhone 16同埋賣卡點數等等嘅獎勵。快啲同我一齊預約三國私生風，玩轉僵屍三國啦！三國私生風，萬事俱備，夠姜嚟玩！預約即送3000抽，同埋限定時裝紅衣小女孩。